舊約中嘅基督下第8講，我哋講到大衛嘅第一段就係佢嘅苦難同埋試煉，187頁下。喺大衛面對掃羅，然後來咧佢自己嘅仔押沙龍所帶嚟嘅嚴酷嘅考驗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從詩篇嗰啲哀歌咧，就可以睇到大衛點樣喺神面前盡情嘅傾心吐意嘅詩篇好多㗎。包括119篇，咁我哋呢啲即係約莫都過咗29歲，甚至39歲喺人生嘅中段咧，就好能夠體會到大衛呢啲咁嘅心情，亦都好能夠體會到哥林多後書全卷同大衛嘅詩篇都係講咁上下嘅嘢嘅，即係你喺邊度軟弱邊度得勝啊嘛，係嘛？咁大衛嘅即係好慘嘅啊，傾心吐意，佢拒絕報仇。拒絕親手殺死掃羅，因為掃羅係受膏者，受膏做以色列嘅王嘅。咁大衛都係啊嘛，佢都係受膏者，所以大衛會敬重保羅嘅受膏。大衛能夠做掃羅嘅繼承人，係因為耶和華膏佢，唔係因為佢有乜嘢。大衛承認掃羅因為受膏而應當受敬重，就即係表達自己嘅受膏應當受敬重。呢句就好襟答啊，慢慢答下佢。大衛並冇認為自己受膏，所以就可以用殺死保羅嘅方式奪取皇位。好，就第一，佢敬重神嘅膏立；第二，佢深深嘅將自己嘅利益交託喺神嘅手中，亦都相信神能夠審判佢嘅敵人，成就佢嘅應許嘅。呢啲苦難同埋考驗，188頁，使大衛進入咗死蔭嘅幽谷。再嚟一次吓，敬重膏立，交託自己，相信神嘅審判。咁咧就進入到我哋人生嘅特別係中段死亡嘅死蔭嘅幽谷。但係就喺呢個死蔭嘅幽谷裏邊，大衛宣告耶和華寫得牧者，話咁樣讀詩篇23篇就好正啊！即係唔係好浪漫，唔係即係浪漫的啊，好似嗰啲家庭雜誌，基督教家庭雜誌咧，草是綠的，天是藍的，爹哋媽咪細佬哥兩個單車，一個 picnic basket， 唔係咁啊！死蔭嘅幽谷裏邊講耶和華成我啲牧者喎。大衛的勝利是信心嘅勝利。我哋可以喺大衛一開始嘅作戰嘅時候就睇到佢獻上好大嘅信心㗎啦。佢同非利士嘅大勇士哥利亞嘅相遇，我哋可以睇到佢信心。佢嘅信心，亦就是他為萬軍之耶和華所發的熱心，為耶和華的名所發的熱心，促使佢自願嚟同呢位巨人爭戰。我哋未讀落去之前呢，未讀哥利亞嘅事件之前呢，我哋睇翻185頁詩篇69篇第7到第12節，185頁啊！我為你的殿心裏焦急啊！詩篇69篇嘅焦急呢，就係相應於約翰第2章耶穌為聖殿焦急。咁呢個焦急呢，嗰個嘅 zeal 大發熱心，同埋忌邪 zealous and jealous， 英文就啱好係押韻嘅。但係同一個字嚟㗎，即係話咧，為咗神嘅殿，為咗神嘅聖潔，為咗神嘅名大發熱心，而因為人侮辱神，所以好唔掂啊！即係嗰個忌邪嘅聖潔的不滿係同一樣嘢嚟㗎。所以大衛除咗敬重佢膏立，交託自己，相信神，而且仲有呢種嘅大發熱心。所以咧就唔可以將哥利亞嘅故事講成大衛嘅勇敢愛國愛家咁啊！我哋讀到佢爸爸派佢前線為咗送食物俾佢哥哥嘅，咁佢喺度聽到哥利亞嘅自大嘅挑剔，佢咧就大吃一驚，因為咧冇人敢接受哥利亞嘅挑戰，冇人出嚟制止佢對神嘅褻瀆。佢哥哥就話：你做咩嚟呢度做咩啊？曠野幾隻羊，你交咗俾誰去管呢？我知道你嘅驕傲同你心中嘅惡言，你想嚟睇波睇打仗係咪啊？撒上17章28節。事實上佢哥哥其實咧係俾大衛嘅熱心刺激到嘅。喺呢段嘅敘述中，我哋睇到大衛嘅表現係耶和華受膏者的樣式。撒上16章12到13節。
因為大衛蒙嘅呼召耶和華嘅靈降喺佢身上。作者反覆話大衛面色光紅，容貌俊美提醒我哋大衛係神所高立嘅。呢句形容句子喺哥利亞遇見大衛時出現，喺撒母耳高立大衛做王嘅時候又出現嘅。撒母耳記上16章12節，然後17章42節。所以呢個就唔係講佢英俊唔英俊嘅問題雖然大衛年輕，但係聖靈所高立嘅。哥利亞睇到佢完全冇咩武裝就衝過嚟，大衛手上的杖。呢位加撒嚟嘅大勇士感到自己冇用，你攞棍嚟到愛狗啊！哥利亞用自己所信嘅眾神嚟咒罵大衛，又話嚟啦，我將你嘅肉俾空中嘅飛鳥、田野嘅走獸吃。撒上17章44節。哥利亞對大衛嘅嘲笑，喺嘲笑大衛嘅身量同埋武器就達到高潮。一方面佢咒詛大衛，一方面嘲笑佢嘅身量同埋武器。但大衛話：你來攻擊我是靠着刀槍和銅戟，我來攻擊你是靠着萬軍之耶和華的名，就是你所怒罵帶領以色列軍隊的神。撒上17章45節。呢度又重複啦，以色列嘅軍隊嘅神就係天上軍隊嘅神。所以大衛嗰個勇敢係信心，可以加埋熱心嘅勇氣，即係對耶和華嘅熱心。哥利亞可能有9尺咁高，就拿住一個好似坦克車咁樣嘅武器衝住過嚟，大衛唔怕。哥利亞嘅對手唔係一個攞住棍嘅小伙子，哥利亞嘅對手係耶和華的受膏者，係被神嘅靈所充滿嘅受膏者。我哋可以話大衛嗰個策略係比哥利亞高明，但係真正使大衛得勝嘅係上帝嘅賜福。大衛喺曠野裏面一次接着一次嘅故事，係大衛嘅信心所面臨嘅考驗，並顯示出大衛因着信一次又一次嘅得勝。不少日子，大衛因為無法逃出掃羅嘅追殺，陷入低潮，所以咁多詩篇一次一次嘅神更新佢嘅盼望。喺聖經嘅作者結束對大衛一生嘅敘述嘅時候，同時都為大衛一啲嘅戰士嘅功績作出總結嘅。呢一班係英雄，係大衛嘅圓桌武士。好啦，咁我而家嚟到第二段啦。頭先嗰段呢，就係講緊大衛嘅苦難同埋神點樣考驗佢嘅信心、佢嘅信服、佢考驗佢嘅呼召、佢嘅職分。咁大衛同埋創世記嘅約瑟都一樣呢，係先羞辱後榮耀，先降卑後升高，先考驗後作王，係嘛？即係呢個係神嘅 pattern，呢個樣式嚟嘅。約瑟特別咧，創世記約瑟特別係即係耶穌基督一生嘅寫照，大衛絕對都係啊。好啦，而家嚟睇嗰班好忠誠嘅跟住佢嘅勇士 ，devotion 奉獻忠誠。我哋睇喺大衛嘅爭戰中忠誠嘅意義。撒母耳記下23章13到17節，大衛嘅手下對佢嘅主子可以話極度嘅忠誠噶啦。喺大衛嘅歷史記錄中190頁嘅下半，呢個奉獻嘅故事嘅場景呢，喺大衛啱啱開始做王嘅時期，掃羅死咗啦，大衛係2次被立為王嘅，第一次係被自己所屬嘅猶大支派，第二次咧7年之後被全以色列立為王嘅。非利士人知道大衛做王嘅時候咧，就立即反過嚟敵擋佢。佢哋想將大衛啱啱萌芽嘅時候咧，個王權就碾死咗佢。非利士人遠征進入到佔領咗伯利恆，咁大衛咧就冇一支完整嘅軍隊㗎。但係佢有好多嘅喺曠野裏邊嘅志願軍，忠誠嘅志願軍，可能都有佢以前嘅老將。咁當缺乏軍隊嘅時候，豐收嘅時節呢，有3位志願軍表現出佢對國王特別嘅奉獻。咁呢一段呢，就講大衛呢，佢話甚願有人將伯利恆城旁井裏的水打嚟俾我飲。咁係咪鄉愁呢？
homesick 呢？最緊要呢，191頁下半係因為呢，非利士人將佢嘅出生地伯利恆奪走咗。上帝仲會唔會再次救伯利恆呢？上帝會再次使伯利恆重回大衛嘅懷抱呢？上帝能唔能夠打敗非利士人呢？好明顯㗎，大衛將呢啲疑問向神陳明。3位勇士聽到國王嘅願望，咁就攞咗大水罐就出發，改變裝扮，帶着武器。191、192頁呢，作者話我哋唔知道當時呢，佢點樣走到入去伯利恆，因為有非利士嘅軍隊，係咪打咗好多次仗？最難就係缸住啲水，仲要行沙漠翻轉頭，唔係飲水係缸水。190頁下，大衛冇命令佢做呢樣嘢㗎，佢連徵求戰役都冇㗎，佢哋就係體貼就咁樣做咗。佢只不過係表示一個願望。神嘅聖約群體係被一個比忠誠更深刻嘅繩子咧，係束在一起嘅，就係神自己將我哋連埋一齊，因此我哋彼此嘅忠誠。彼得前書2章17節，親愛教中的弟兄。193頁，好啦，咁當啲水嚟到嘅時候咧，大衛唔係話攞起嚟飲啊，點啊？輕輕慢慢將水倒晒喺地下度，這水好像他們的血一般，我斷不敢喝。撒母耳記下23章17節，大衛將水倒出，當作是獻給神的祭。因為大衛對神嘅忠誠，所以佢會謙卑。喺神嘅羊群中，有啲係為自己利益而欺負神嘅百姓嘅，但係真正嘅牧者做咩呢？194頁係要服侍呢啲羊群。當神將呢啲羊交託俾牧者嘅時候，牧者係要服侍呢啲羊群嘅。大衛並唔接受佢哋奉獻出嚟呢一罐水，因為佢覺得佢係唔應該攞嘅，係應該奉獻俾神嘅。保羅話：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饋送，當作極美的香氣，為神所收納所喜悅的祭物。腓立比書4章18節。毫無疑問嘅，喺大衛將水獻給神嘅時候，佢鼓勵佢手下認識到每一個人自己所領受嘅呼召，佢哋服侍嘅係神，唔係大衛。呢一罐水唔係因為佢哋嘅戰術好，係因為神所賜嘅勝利。咁呢個我哋睇到呢，即係一方面神係戰士，大衛係僕人，但係你都見到大衛同埋佢嘅下屬嘅嗰種嘅好親密嘅關心。好親密嘅認同，我哋喺大衛敬拜中可以感受到，佢為咗咁樣嘅服侍，咁樣服侍佢嘅手下，向神獻上嘅謙虛嘅感謝。一方面佢感受到佢嘅下屬，一方面佢感謝神，同時睇到大衛嘅信心再次更新。如果神能夠幫助佢3位戰士進入伯利恆，佢當然能夠使非利士人敗在大衛手下，使得獲得完全嘅勝利。呢個美麗故事話俾我哋聽，大衛嗰種嘅容易感同身受之心，亦都話俾我哋聽佢對耶和華嘅奉獻忠誠，同埋佢對嗰啲要被神用嚟贏得勝利將士們佢哋嘅捨己，佢哋嘅捨己。咁下低呢就講到聖經記下呢一班嘅將士嘅英雄榜，最尾讀到邊個呢？讀到黑人烏利亞。一共37。咁當然烏利亞呢個故事呢，就係話俾我哋聽大衛幾咁嘅軟弱啊！佢開始放鬆嘅時候，睇到女人沖涼係烏利亞嘅太太，佢仲要同佢同房，然後搞到呢然後佢大肚咗呢，就話俾大衛聽嘅時候呢，佢仲要千方百計叫烏利亞翻屋企同太太同房，結果呢，佢咧就下令將烏利亞殺咗。196頁呢個故事我哋都好熟悉嘅。196頁中，不久之後，先知拿單因為大衛嘅罪行而指責佢。大衛誠懇承認自己所犯嘅罪。我哋可以從詩篇51篇睇到佢因為自己嘅罪，心情極度嘅悲苦，神赦免咗佢，但係大衛係已經毀咗佢喺屋企嘅權威啦。最後喺佢兒子嘅背叛中，佢自己得到自己所招致嘅惡果嘅味道。大衛同參孫一樣係罪人，
佢喺神救贖歷史上嘅地位係嚟自神俾佢嘅呼召，而唔係佢嘅信服啊！所以同參孫一樣，都係罪人，即係好似我哋一樣。但係咧，神仍然係咁愛佢，呼召佢，用佢。